爱妻先生，传教爱18般的妇女，天天改年，就在教爱法术，爱年山头生病，移山倒海，妇女主权啊！是丰年说，红笔已经前来攻打红公关，爱两位乡长出手，为爱下山，解救两位乡长。下山之时，是否一片对爱交代？讲无法的言言，就老同朝二路年岁失定山，有500年前修来的缘分，是爱种地金银草堆，爱那金银草堆，香江以后为太傅临神。哎呀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你薛丁山唔得上来相貌如何？既然师傅交代，俺就爱照师傅的意思去做。管家多彩关系，该救父亲就是马上改变呐。
妻，夫妻结发，脚下两男一女。5年之世，跟随师父到仙山学艺，到今就唯有转嫁而来。义闻同宾，攻打关亭，老爷其父子出马前去，不敌胜败以后，在此死后。老爷恢复，娘家。书房快快古今后头。老爷，此番出征前夕，刘备自然又会输送一回。同兵改改仙家文图，两位之意是一般的武艺，唔是假的对手，怎会输送啊？原来如此，老爷已经并未将挂，六个之意要神送大送，应该赶快挂起免战牌。夫人唔是担心呐，我早就将免战牌挂起。报。启禀元帅，有位五子打破免战牌。啊！有这等事情，将其押上来。遵命。太胆子，也敢打破免战牌！莫说你本统兵宽斗，免战牌一破，其新兵到来，我全家性命难保啊！来，将其做起战！且慢，老爷，两位之意神送大送，你有冇还有心情善言？夫人有所不敌。两个小五子打破免战牌，那是同样县规发兵到来，俩我如何是好啊？以此说来也有道理。太尉迟向前观看，奇怪，两位小五子让我按送面。两位姑娘，你为何打破我汉公馆的免战牌？母亲，我就是犯礼法。你是礼法？母亲，老娘亲，哎呀，事故又会回转关停。母亲，我此番回转是奉了师父之命前来解救父亲。今日我转来用先讲一声，我按用办过，见面站牌挂起，门已经上锁。我想打破了面站牌，自然就会让父母见面。没想到父亲满满情由，就会将我做弃此。老爷，你个杀人用先门高名牌，你可知佢是何人？
记嘿。佢係人嘅五二禮法。啊，原來就是你呀！家下你再來用武功一場啊！哎呀，夫妻，方才你就我同我講話嘅語氣，馬上會將我做幾次啊！哦，算了算了，不敵詐莫吹啊！李法，呀哈，你好了仙法轉來，想到辦法救救你兩位阿哥長兄啊！父親放心，下山之時，師父有素愛仙丹，兩位阿哥唔會有事情。按你講，你就放心了。哈，錯了，李法，呀哈，通兵攻打關體，實在厲害啊！哎，老你兩位阿哥都唔係佢嘅對手啊！既然如此，請父親素愛將你，我出馬來去，錢財我就做一個有名的宋將陣來。你係個什麼誒？咁有辦法啊？父親啊！礼法是啊，有啊，宪法练哦那，礼上那路啊木啊，八股啊变呐。山那多哇哎呀，乃金那红哦那，做那红啊皮那，菜面那钱那。父亲，你不用担心，师父有高爱全身护你，你就放心。按你好，3年後就命范梁范虎保護你一同出征前去。一遵命。哦，同样也有五将，来，五将，你是何人？亲爱的爱去马萨，我就去振兴26年岁的太婆，名喊头仙红。今年又去马啥？你堂的，我就去振兴26年岁的衣服，名喊陈吉天。啊！头两届啊！哎呀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你看谢殿上已经脱了两副，今日又老外讲，我老弟又宿舍营业，下下会做假的替身服，哎，罢了。师傅人人交代，今夜一天不能错配，俺就是自家的人。看佢2年上來面貌不差，我老公電山一天一上來佢表嘅人才。你俩唔将講嘛個東西？我來問你，讓到嘛個娘？認定人嘅命，我就講本兒堂，我就去準時26年歲嘅替身服，范律法。我老公只有同係2屆，冇拖第3屆。馬上就有替3屆，你做乜做姊妹？你唔講到，
你俩份马啥爱你呀？我老你讲，欠你家家先管条好，那么你性命难保。我爱条好，冇可能嘅事情，上。为师大忌唔呀，一记太风，几经一风，下一拜我就做替三风，姊妹大坏感情就唔好了。我小口教训佢一下，等佢知难而退。又来了一个五将，不敌了位五将是何人？敢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嘅替三房？老子把卡金定位看清楚，我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嘅老妹，名喊薛金莲。啊，原来就是薛金莲啊！你又是马啥？爱嘛？
我就是伢个第三个阿嫂，名喊范丽华。你啷个嘛该？我向上自讨两界，哪来第三界？你呀，哈么，下一拜啊，我就是二小娘姑。唔是讲安道，你就爱一手打手，讲假跪在我面前求情。今年我老你讲实话，就是说个是今年都唔是我的对手。你说我是小可高兴记，很写点散出来，老爱对称，那么我此你同样连我的父亲都爱死。